不要啊！如果伯牙醒过来，他看不见我，他会难过的，阿姨。什么难过啊？你把他害成这样还不够吗？阿姨，伯牙，你怎么伤成这样？阿姨，对不起啊，伯牙是因为我才变成这个样子的。你为了你陪我儿子，你陪我儿子，你怎么可以把他伤成这副样子？你是个害人精，都怪你，都怪你啊！要不是你，他怎么会害成这个样子啊？阿姨，你也别太难过了，身体要紧。我儿子要是有个3长2短，我也不想活了。我真的也不想活了。啊，阿姨，医生说了，伯牙有机会醒过来。是吗？真的是这样吗？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只要我儿子能够醒过来，叫我做什么都可以。阿姨，我会留下来跟你一起照顾伯牙的，你放心吧。南宫小姐，我知道你们2个人真心相爱，我也没有反对你们在一起。可是你现在把他害成这样还不够吗？他现在昏迷，醒不过来，我这个做妈的心里什么感受，你知道吗？要是真心为他好，我请你离开他。阿姨不要啊！如果伯牙醒过来，他看不见我，他会难过的，阿姨。什么难过啊？你把他害成这样还不够吗？如果不是你，他会成这样吗？你要是真心对他好，你就走，你就走！你求求你，你为了他好，你走吧！你滚，你滚！儿子。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，还是不要太伤心，免得伤了自己的身体。你走吧，我想一个人陪他。你说，傅博雅那么好的一个人，怎么能找那么差劲的女朋友呢？关键是他还那么爱他。你这是羡慕嫉妒恨吧？是不是也想找这样的男朋友啦？思春了，思春了！嘿，你看看。哎呀，去你的，谁思春呢？我就是感慨一下嘛。如果我有着一个这么样的男朋友，对我那么好又那么爱我，我绝对不会离开他的。也是。我怎么没那么好命，找这样的男朋友呢？苏妍希，我的好妹妹，连我都认不出来。贺锦熙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这不刚回来就来见你吗？那妈妈呢？妈妈在哪儿？她治好了没有？妈妈不就那样吗？治也治不好，死也死不掉。你不用操心了，我都安排好了。你的意思是说妈妈还没有治好？那你把她安顿在哪儿了？我要现在就去看她。别一口一个妈妈的，我也刚回来啊，你怎么不关心一下我？我当然要关心妈妈了。当初就是因为你告诉我可以把妈妈治好，我才答应你把她带走的，不然我不会替你家亲顾家的。你现在这个脸变成这样，我们还怎么身份互换啊？
你该不会让我跟顾家人说我要去整容吧？苏妍希，不要那么着急，我没有这么说过呀。我现在要名正言顺的用我现在这张脸夺回顾西城。那你要怎么做？当然需要你配合我们当时明明已经说好了，只要你回来，我们的互换就结束了。你现在这样怎么回顾家，跟我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。告诉我，妈妈在哪儿？我，怎么会没有关系呢？如果你不帮我，你就见不到妈妈。贺锦熙，你是不是太过分了？现在妈妈的病没治好不说，你还不让我见她妈妈，拿妈妈威胁我，你有没有良心？我怎么没有良心了？我刚才说的已经很清楚了，只要你乖乖听话，我就让你见妈妈。说吧，你要让我怎么做？太棒了，真厉害！耶耶耶，真帅！怎么样，小马，好不好玩呢？哇呀，亲哥哥一下！哎呀，来！哇哦！玩去吧！啊，赏心悦目。怎么了？你变了，你知道吗？我怎么变了？以前你游戏人间，现在清心寡欲。哎，哥儿几个发现没有？自从娶了小嫂子以后，他再也不跟我们一块玩了。就算好不容易出来玩一次，也从来不带妞啊。怎么着？我们这几个人里边有猛力一个好男人就够了，不需要再多一个了。不是哥，我那不是没钱吗？我要是有钱，那我也想天天做新郎啊。哟，猛力你好坏哟！我们这几个里边，也就顾少爷一个好男人了。哎呀，年纪也不小了，不能再这么玩了。既然结了婚，就对他好一点吧。听的意思是认真了？我突然觉得，世事无常，要对身边的人好一点。我感觉，我应该是找到真爱了。真爱？不是吧？真爱啊！真爱这个词儿能从你嘴里边出来呀？那我问你，小嫂子爱你吗？我会让她爱我的。你一定要这么做吗？只要顾西城喜欢上我，你就可以功成身退了。你的任务就是尽量给我们制造机会。怎么样？是不是特别简单？你这个表情是什么意思？是不愿意，还是说你已经喜欢上顾西城了？怎么可能？那最好。你别忘了，顾西城他是我的男人，你只是我的替身。好了，那就这么决定吧，回去准备准备。哟，怎么是你呀？我看奶奶在工作，怕您口渴，给您倒杯茶。有事啊？嗯，我是有点事想跟奶奶商量商量。哦，坐吧。什么事儿啊？是这样的，奶奶，我有一位表姐，之前一直在国外读书，现在已经毕业了呢，准备回来找工作，暂时还没找到地方住，所以我想，能不能让她来家里和我住一段时间啊？你表姐？如果您要是觉得不方便，就算了，没关系的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既然是你的亲戚，那也是我们顾家的亲戚啊。反正家里啊地方大，房子也多，
你让他过来住吧。您同意啦？同意了呀。你表姐什么时候来啊？就这2天的机票吧。那好，我让露露啊把房间打扫一下。哼，你那么好，你的表姐啊也一定会不错的。谢谢奶奶。Don't save your kisses, just pass them around. You'll find my reason is logically sound. Who's gonna know that you passed them around?如果有人在等他，拨弄他的头发，思念刻在墙河。苏妍希啊，苏妍希，他可是贺锦熙的男人。贺锦熙已经回来了，你要离开了，千万不能动心。可是，为什么一想到自己要离开，就觉得舍不得呢？要不我先说话，我们的爱情到这儿刚刚好，剩不多也不少，还能忘掉。我应该可以把自己照顾好。我们的距离到这儿刚好，不够我们拥抱，就挽回不了。用力爱过的人不该计较。是否要被人起了家，亮出一条伤疤，不堪的根源在哪？可是感情会挣扎，没有喂，我在去顾家的路上了，你准备一下吧，拜拜。如果分手太复杂，流浪的歌手会放下吉他，故事要美必须藏着真话。我们的爱情到这儿刚刚好，剩不多也不少，还能忘掉。我应该可以把自己照顾好。贺锦熙终于回来了，我离开的时间到了。表妹，好久不见，我好想你啊！锦熙，乖乖听话，不然就见不到妈了。奶奶，这位就是我表姐苏妍希。哦，表姐，这位就是这一定是顾奶奶吧？哎，对对对，顾奶奶，我在国外的杂志上经常看到你的报道，说你是一位特别优雅、高贵、有能力的女强人。奶奶，你知道吗？你是我的偶像，我今天见到自己的偶像了，我好高兴啊！哎呦，谢谢谢谢。我听锦溪说你刚从国外回来，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住处，那就住在我们家吧。等你什么时候找到工作了，再搬出去。那谢谢奶奶，奶奶这段时间可能要麻烦你了。哎呦，谈不上麻烦。啊，这一定是妹夫吧？你好，我是苏妍希，以后多多关照。你好，都是一家人，不用客气。老方啊，哎把苏小姐的行李啊搬到她房间里去，顺便啊给她送些茶点去。是。表妹，你看你可不可以把我的房间和你的房间挨得近一点，这样方便我们聊天啊？你放心吧，我都已经安排好了。你今天才下飞机，先好好休息吧。哦，那奶奶，我们先上去休息了。哎，去吧去吧。妹夫，一会儿见。走吧。
少芬、苏小姐，我先下去了，有事请吩咐。谢谢方叔，方叔你忙。好。顾家果然是大户人家，连客房做的这么精致。不知道主人房是什么样子。哎，对了，表妹，你怎么都没谢谢我呢？要不是我，你怎么能住上这样的房子？要不是我，你怎么能过上这么有钱人的生活呀？我并没有觉得这种生活有多么的好，我也没兴趣。你现在已经住进顾家了，可以把妈妈还给我了吧？苏妍希，你不要在我面前口是心非了。只要你离开顾西城，你就获得自由了，你就可以离开顾家。那你总能让我先见见妈妈吧？我都说了很多遍了，妈妈没事儿，你放心。哎，对了，从今天开始，你都在外面逛逛，少在家里待着，你懂的。那我先出去了，你休息吧。哎，等一下，您还有什么事儿啊？把我的包还给我。慢走不送了。苏小姐可是锦溪的表姐，你对人家一定要客气一点啊！奶奶您放心吧，看在锦溪的面子上，我也会对她客气点的。嗯，我听锦溪说，她表姐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，也不知道学的是什么专业。如果有可能的话，你看看，咱们是不是帮帮她呀？在公司里面，给她安排一个合适的职位。奶奶，要是她有能力的话，我相信她在哪儿都能找到工作。要是她没有能力，咱们公司也不是养闲人的地方，还是再看看吧。嗯，你说的也有道理，那就先看看再说吧。顾家呀，顾家，我贺锦溪终于回来了。下一个目标就是你顾西城了。哎呀，饱了。哎，累了吧？我们回家吧。哎，你又怎么了？一脸小怨妇样，谁有欺负你啊？我不想回家。我家里现在有一个非常非常讨厌的人。谁呀？家里来亲戚了？我姐。就是你那双胞胎姐姐呀？哎，你俩关系不是不好吗？她怎么搬你那儿去住了？哦，她最近出了点事儿嘛，想我给她帮个忙，就搬过来呗。但是我一丁点儿都不想看见她。你说你姐妹俩也真是的，明明嘛关系那么亲，怎么会闹成这样？我也不知道。我们小时候爸妈就离婚了，我跟姐姐都判给爸爸。后来有一段时间我每天都生病，经常发烧，浑浑噩噩的。有一天醒来之后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就发现我和妈妈在一起了。后来我问了妈妈好多次，她都不肯说。再后来我妈就出事儿了嘛，那个时候需要一大笔钱，我好不容易找到姐姐，想让她帮忙，没想到她骂了我一顿，还把我赶出来了。从此之后就再也没联系了。这次呢，她是有事想让我给她帮忙，所以就过来找我了。其实我一点都不想帮她。她也太过分了，哎，那可是她亲妈，她不仅不管，还这么对你。你说她这么差，你干什么还理她呀？为了我妈，
也是，我有这么一个姐姐呀，我也不想回家。哎，要不一会儿我们去逛街，你晚点再回家。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。我来找你。南哥二副少，今天这么有空，陪兄弟们泡吧。平时你可是下了班就回去陪小嫂子呀。怎么样，吵架啦？能不能说点好的？我怎么就吵架了？那就是有好事儿呗。别提了，家里来了个女人，所以我不想待在家里。女人？对啊，锦溪的表姐刚从国外回来。纳尼？哎，顾少，长得好看吗？身材 O 不 OK 啊？长得挺漂亮的，不过我顾西城什么样的女人没见过？那又怎样 ？So what？ 哟，那你要是不感兴趣，我感兴趣。不好吧？小嫂子的表姐那就是大姨子，跟外边那些花花草草都不一样。大姨子呀，大姨子是不能碰，碰不好会出大姨妈的。好了，不说大姨妈了，今天咱们好好玩。干！苏小姐，哎，对了，露露，你看见我表妹了吗？没看见少夫人啊。那少爷回来了吗？少爷也没有回来。我知道了，你忙吧。哎。苏妍希，你问一下顾西城到底什么时候回来？2、3，输了，加油3比1了，又输了，哥。回家了，麻将。哎，你演灰姑娘啊？回家了，这么早走，回去造人啊？你们玩啊！哎，真走了？喂，真走了？没劲，我们家顾少怎么变成顾家好男人了呢？来，过去。小嫂子挺牛掰呀，居然连顾少爷都管得住。怎么能让顾西城讨厌我呢？他对我那么好，我真的不忍心让他失望难过。可是，我要不按照贺锦熙说的做，就再也看不见妈妈了。我好想妈妈呀！贺锦熙现在应该已经成功了吧？
等这一天等了好久了。西城，你干什么呀？你怎么在我房间啊？哦，我房间的水龙头坏了，我打电话给我表妹，是我表妹让我来的。干什么呀？苏月心，你放手！滚出去！你简直是个疯子！滚！顾西城，顾西城，你个王八蛋！你给我滚去死！你敢这样对我！怎么办？看来我已经打草惊蛇了，我得想想其他办法。贺锦熙，你就没什么想跟我说的吗？我今天忙了一天，先洗澡准备睡觉去了。你站住！你让我早点回来，你自己到现在才回来，你什么意思？刚才你那个表姐到我们的房间来洗澡，她说是你让她来的，这是我们的房间，是我们的空间，你怎么能让别人进来洗澡呢？她刚才进来洗澡了。那你们两个人有没有？你当我是谁啊？要不是她是你表姐，我绝对饶不了她。对不起，都是我不好。下一次，不对，没有下一次了。我以后再也不会让他来我们房间了。你就是这么认错的？对不起，全都是我的错，都怪我，全是我不好，我下次再也不敢了。我们的距离到这儿刚刚好，不够我们拥抱，就挽回不了。用力爱过的人不敢计较。那，你想要我怎么做？你说呢？是否要逼人起了家，亮出一条伤疤，不堪的根源在哪？可是感情会真，你就不想表示一下吗？别的办法，他劝你不如退下。如果分手太复杂，流浪的歌手会放下吉他。故事要美必须藏着真话。我们的爱情到这奶奶，吃水果。哎呦，还是锦溪懂事儿啊，不像你，长这么大了，还没有给奶奶削个苹果呢。奶奶，我们俩是夫妻，他做了就等于我做了。调皮。奶奶，坐。今天没去打牌啊？哎呦，没有，我那个老姐妹啊，家里有事儿。怎么样，在这住的还习惯吧？习惯，在这儿有奶奶这么照顾，我怎么可能不习惯嘛？啊，对了，表妹，你不是喜欢看歌剧吗？我今天买了图兰朵的票，我们一起去啊。好啊。妹夫，我一共买了3张，你也一起去吧。不去了，我没兴趣，你们去吧。没兴趣啊？
我排了好长时间的队才买到票，不去太可惜了。西城，不如一起去吧。那个，你还没有陪我去看过歌剧呢。去吧去吧，你们年轻人啊，就应该多出去走走，别老是待在家里，看场歌剧多好啊！一起去吧。你看，表姐来了我们家这么多天，我还没陪她出去过呢，对不对？她今天这么热情的邀请我们，给个面子好不好？求求你了。哎，你干嘛呀？不是说要看歌剧吗？赶紧换衣服。你们在门口等我，我去停车。一会儿他来了，你就跟他说你不舒服，要先回去休息。不等进去之后再说吗？再说的话，他会怀疑的吧？你以为你是谁呀？从头到尾我都没有准备你的票，知道该怎么做了吧？知道了。走吧。西城，我突然觉得有点不太舒服，你跟表姐先去看吧，我先回家休息。不舒服啊？我带你去医院，走。不用不用，可能就是累着了吧，没什么大事儿。你看表姐好不容易买到的票，不看太可惜了。你们两个去看吧，我先回家休息就好了，我在家等你。那怎么能行呢？不舒服就得去医院，不能硬撑。走。哎，妹夫，你看我们来都来了，而且马上就开始了，如果不去太可惜了。如果表姐喜欢看，那你就自己去看吧。我带她去医院，走。我没那么严重。西城，我们不用去医院，直接回家吧。你不是身体不舒服吗？我刚才就是突然之间觉得有点不太舒服，可是现在我觉得我好多了，回家再休息一会儿应该就更好了。你确定好了？你真的没事，你不用担心。那就好。可是我们把表姐一个人扔在那儿，是不是特别不好？你还管她呀？她不是喜欢看吗？让她自己一个人看去。哎，我说你怎么有这样的表姐啊？听说你不舒服，一点也不关心你，还要看那个什么破歌剧。我表姐她这个人性格就这样，没有别的意思，你不要在意啊。她这样的性格我可不喜欢。那顾少爷，请问您喜欢什么样子的？你这样的。我们的爱情到这儿刚刚好，剩不多也不少，还能忘掉。我应该可以把自己照顾好。我们的距离到这儿刚刚好，不够我们拥抱，就挽回不了。用力爱过的人不该计较。不是说顾西城是个花花公子吗？怎么这么难搞？这样下去可不行。以他对苏元气的重视程度来看，光靠我勾引是不行的。
我得让苏妍希在他面前破坏自己的形象，让他讨厌苏妍希，这样他才能看到我的好。嘛呢？来了也不打球，思考人生呢？我在想锦溪的那个表姐。哟，什么意思？看上人家了？你说同是姐妹，怎么差距这么大？哎，这话什么意思呀？我听不明白了。怎么着？他看上你了？别提了，他趁锦溪不在，跑到我房间去洗澡，还想勾引我。Oh my god！ 要不是看在锦溪的面子上，我早把他赶走了。我的天哪，太劲爆了！那么一个大美女在你面前，你竟然坐怀不乱，佩服佩服！你见过呀？没有，没见过。你说她是美女，我顾西城什么样的女人没见过？那又能怎样？我现在巴不得她早点搬走。苏妍希，我一个人对付顾西城不行，你得帮我。我不是一直都在帮你吗？你在顾家人面前表现得太好了，他们根本看不见我。从今天开始，你要破坏自己的形象，让他们都讨厌你。那我破坏自己的形象，不是也在破坏你的形象吗？哼，你还知道你在冒充我？那我让你干什么，你就要干什么呀？我看你是不想见你妈妈。露露，少夫人，你是怎么做事的？少夫人，你这是在拖地还是在画画啊？能不能做好？能做就做，不能做就走。少夫人，我又没有做错什么，你为什么这么说我？那你的意思就是说我做错了？要不要把少夫人的位置让给你，你来支持我做事啊？少夫人，你这么说话太欺负人了。觉得自己受委屈了是不是？不满意啊？赶快找老夫人告状去吧，我才不怕。何锦溪，奶奶，你要注意自己的形象。是露露她不会做事情，我教育她几句啊。露露再不对，你也不能有这种态度跟她说话呀。你身为顾家的少夫人，露露做错了，那不是还有方叔呢吗？你看看你刚才的样子，跟那些市井里的泼妇，你有什么区别呀？奶奶，你别生气，你表妹小不懂事儿，下次不会这样了。啊，我听说附近开了一家首饰店，东西特别好。奶奶，你陪我去挑挑呗。是吗？行啊，那我陪你过去看看。那好，走吧。不嫌弃我这个老太太，目光落伍就行。露露，刚才这事儿，还不睡啊？还不困。你是不是这2天心情不好？我没有啊。哦。我听奶奶说，你今天跟露露吵了一架。啊，那是因为露露今天地板没有拖干净。那肯定是特别不干净。这帮人呢，就是因为跟我和奶奶太熟了，所以有时候会偷懒。你今天骂得好，这样他下次就不会偷懒了。
不过呢，你是顾家的少夫人，跟下人吵架，确实有失身份。下次有什么事儿啊，让方叔去教训他们，免得气坏了身子。你说对吧？你就没有觉得我今天不应该发脾气吗？没有啊。既然你发脾气，就说明他们做的很不对。我看你这2天心情有些不好，能不能跟我说说？我没有。行，等你想说的时候，你再告诉我。我先休息了。晚安。晚安。愿我的幸福成为你的骄傲，因为你的好别人给不了。锦溪，来，坐下吃饭。哦，奶奶，您吃三明治啊？锦溪，你今天怎么没给大家做五谷养生粥啊？想吃粥自己做去，干嘛使唤我呀？我想做就做，不想做就不做。没人惹到你，你怎么这么说话呀？啊，是不是没睡好啊？我睡得可好了，就是看不惯你这副大少爷的嘴脸。我是你老婆，没说我当兼职佣人吧？贺锦溪，怎么回事？好好说话。凭什么你想吃我就得给你做呀？别说我今天不做了，从今天以后我全都不做了。行，不做就不做，也没人逼着你做。你怎么说话了？你这不是无理取闹吗？谁无理取闹了？你把我当佣人用，我还不能生气了是不是？够了！因为我昨天批评了你，你对我不满了是吧？哪儿能啊，夫人，您说什么都对。你还顶嘴？奶奶，您别生气，是我说话有问题，惹到他了，跟您没关系。来，吃饭吃饭啊！顾西城，别给我在这装好人啊！是我的错就是我的错。奶奶，奶奶对不起。贺锦溪，你到底什么意思？想吵架是不是？我吃饱了。奶奶，锦溪她年纪小不懂事儿，你千万别生气，我代她向你道歉。有你什么事儿？看样子他们小夫妻俩是吵架了，没事儿，过会儿我去劝劝就好了。唉，你们年轻人的事啊，我是管不了了。你是不是当我是傻子呀？这样的企划案也拿过来唬我？你要是不行，提早换人。嘛呢？啊？发那么大脾气，至于吗？啊？你说，我大学时候做的企划案都比这个好。不就是个企划案吗？有必要发这么大的火吗？不至于吧？是不是最近家庭生活不和谐啊？行了，别扯了啊！我叫你来啊，是有件事问你。你对这个女人啊，比我了解。你说，女人要是无缘无故的大发脾气，那是为什么？哎，女人无缘无故的发脾气，
不是大姨妈来了，就是大姨妈在来的路上。这个时候你要表现出对她的关心、关照、关怀 ，take care。怎么关心呢？买东西呀，宝贝儿。买什么东西啊？包啊，包。包是百病。可是他不喜欢这些东西啊。Oh my god， 兄弟，我真的帮不了你了，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女人，自求多福吧。等于没说。周家太太约我去喝下午茶，你告诉锦溪，让她收拾一下，一会儿跟我一块儿去。是。苏小姐，方叔，奶奶，哎，奶奶啊，这是我亲自做的一些小点心，哦，你尝一尝，给我提点意见呗。好，我来尝尝苏小姐的手艺。嗯。哎呀，怎么样？真好吃，比外面卖的味道都好吃。谢谢奶奶夸奖。对了，奶奶，我一直住到现在都没有正式向您道谢呢。嗨呀，你是锦溪的表姐，那谢什么呀？那我这么大一个人在这儿住了这么久，那肯定是麻烦到你们了。不麻烦。奶奶，我那天逛街，亲自给您挑了一份小礼物，希望你能收下。那怎么行啊？我这做长辈的哪能收你的东西啊？奶奶，我知道你们什么都不缺，但这是做晚辈的一点小心意，你要不收下我会难过的。好，那就谢谢你了。老夫人，少夫人出去了。出去了？他怎么也不打个招呼？算了吧。哎，奶奶，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？我可以帮忙的。嗨，也不是什么大事儿。我一个老姐妹啊，约我去喝下午茶，本来想让景熙呢跟我一块儿去的。哎，苏小姐啊，要不你跟我一起去吧？那我确实是大闲人一个，但是奶奶，我要去合适吗？有什么不合适的？不就喝个下午茶吗？反正你闲着也是闲着，陪我一块儿去吧。那好啊，奶奶，你就带我出去长长见识吧。好。怎么能让顾西城讨厌我呢？他那么好，我真的不忍心让他失望难过。可是我要是不按照贺锦熙说的做，就再也看不见妈妈了。这就是我的那些老姐妹。托你口福，你呀有福气，老太太来了。哎呀，太好了，来，我来迟了，来，坐。哎呀，老夫人，你可没来迟，今天呢是我们提前来了。你要来，这不你看看，我们都提前来报道了。奶奶，您喝茶。哎，好。哟，这小姑娘长得这么漂亮啊！老夫人一定是您的孙媳妇儿吧？啊！哎呀，早就听说我们的顾老夫人找了一个称心如意的儿媳妇儿，一直没见过面。今天这一见面，真的是漂亮又大方呀，是吧？有福气呀！哎呀，你们都误会了，她不是我的孙媳妇儿，她是我孙媳妇儿的表姐，刚从国外回来的。我的孙媳妇儿呢，今天出去有事儿了。我呢，怕把她一个扔在屋里无聊，我就把她给带出来了。是，你们不见怪吧？这是哪儿话呀？表小姐长得这么漂亮，老夫人啊，那您的孙媳妇儿啊，一定差不到哪里去。哎，等您孙媳妇儿有空啊，带回来给我们看看啊，我们大家可都准备见面礼了呢。哎呀，见面礼就不用了，等有机会啊，我把她带过来给你们看看啊。一定的啊！来，喝水啊。喜欢吗？快！
快点！天哪！你疯了吗？你怎么了？你把家里床上弄成这样，我们怎么睡觉？啊？不好意思啊，我今天玩游戏玩的太投入了，特别不好意思。只要你给我10秒钟，我马上还你一个干净整洁的床。等我一下，快来，快点！哎，1、2、3，哎，怎么样？干不干净？好了，快来，一起玩游戏吧。太过分了！你太过分了！我怎么了？露露，露露！哎，你干嘛呢？是有点过分了。好啦，你也忙了一天了，够累的了。来，坐下来，陪我说说话。奶奶，我一点都不累。奶奶，你都不知道，跟着你出去可以长好多好多见识。以后你就多带我出去好不好？行啊，只要你啊不嫌我们这些老太太无聊就行。怎么会呢？奶奶，那我们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。好，行。奶奶，你也累了一天了，要不我送你回去休息？好。来，慢一点。方叔，方叔，少夫人最近不知道怎么了，无论我做什么事情，她都挑我毛病。就刚才少爷回来，他让我去少爷的房间打扫卫生，我一进去，那个房间可脏了，我都不知道少夫人她是怎么把这个房间弄得这么乱的。露露，你到顾家的时间呢也不短了啊，一直干的也不错。最近一段时间，少夫人对你，要求的严格了一些，但作为你来说，就更应该做好。可是，她也不能对我那样的态度啊。她是主人，不管主人说什么，你都要努力去做。露露，别让我太为难。哦，知道啦。回来啦？怎么样？现在干净了没有啊？这还差不多。哎呀，什么味道？好臭啊！哪有味道？啊？停！不要再往前走了，就是你身上的味道。我？没错。没有味道？怎么可能呢？这个味道就是从你身上来的，臭死了，一身都是汗味儿。你赶快洗澡，快点！贺锦熙，你别太过分。多洗几遍，听见没有？方叔，我觉得少夫人好像变了一个人样子。你说她以前多和善啊！是啊，我也觉得奇怪呀，少夫人怎么突然就变了呢？哎，这些状况好像是少夫人的表姐到顾家以后才出现的呀。苏小姐，苏小姐人挺好的呀，她和少夫人有什么关系啊？啊，哎呀，主人家的事儿，我们就不必插手了啊。我会跟老夫人说，让她劝劝少夫人。你呢，做好自己就是啊。方叔，如果少夫人脾气要一直这么坏的话，我可就真的不干了啊。苏小姐还在忙啊？对呀，我刚打扫完少爷的房间，现在把这个收拾一下。
啊，你们真的很辛苦哎。以前不是这样子的，也不知道是怎么了。都怪我表妹，露露，你们多包容包容她，好不好？那也不是啊，她是少夫人，我只是一个佣人，这些事情都是我应该做的。哎，苏小姐，少夫人好像最近心情不大好，你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？其实我表妹她脾气一向不太好，之前可能是因为刚刚到这儿的缘故吧。哎，好了，不说这个了，回头我劝劝她。谢谢苏小姐啊。哦，对了，我好像听她说，她嫌你们工作不太认真，要扣你们薪水。我提醒你一下啊。啊？她要扣我们薪水？停。贺锦熙，该睡觉了。好的，我再玩一会儿就睡了啊。你先睡。怎么回事？贺锦熙啊！别吵！贺锦熙！哎，我都你干嘛？你别太过分！顾西城，就你喊的，我游戏都已经死了，你看到没有？你太过分了吧！玩个游戏你至于这么凶吗？你干什么呀？睡觉。你过分，玩个游戏都不愿意。吃薯片喽！贺锦熙，贺锦熙，贺锦熙，自己睡吧。露露，我也只是提醒一下啊，没事的。那不早了，我先去休息了，你也早点休息。少夫人她要扣我们的薪水，不行，我得把这个消息告诉其他人。昨天晚上贺锦熙真的把西城给赶出去了？是，露露看见的，说少爷很生气，昨天睡在客房了。这个贺锦熙是越来越不像话了，你把他叫过来，我要问问他，到底想干什么？啊，是，老夫人，还有一件事儿，也是露露说的，说是少夫人怪他们几个下人卫生没搞干净，好像要扣他们的薪水。我还没死呢，这个家还轮不到他来做主。啊，是。妍希，你最近表现真的很好，你要加油哦。这样下去，用不了多久，我的愿望就会实现。怎么了？你不愿意离开顾家？巴不得你今天就放我走。那最好了。只有顾家人讨厌你，我才能顺顺利利回到顾家。好了，既然出来了，别坐着了，跟我出去逛逛街。顾少今天闲情雅致啊，知道约我们哥几个出来玩玩。人家是心情不好，出来散散心。我们是作陪 ，you know。顾少还有心情不好的时候。
家事，家事。既然是家事，那就是床头吵架床尾和了。你们说，这女人真是说变就变，怎么这么难搞啊？而且越来越过分。顾少，事出常态必有妖啊！要是这种情况，你就要先想想自己有没有什么问题，你是不是做错什么，有没有惹到她？如果都不是，那你就要看他身边有没有什么奇怪的人了。你说的还真有道理，这个贺锦熙的变化，就是从他表姐来了之后，会不会跟他表姐有关系？对呀，他那表姐不是对你动过真心思吗？说不定这个事情就跟这件事有关。这个是还不错吧，有点小，有没有比它再大点的？有的，您稍等。等一下看看。这个我喜欢，就它了。你把这个还有这个都给我包起来，你去买单。这边请。你怎么又买了这么多东西？已经买了这么多了，还要买？我用的是你的钱吗？你可别忘了，顾西辰的钱是给贺锦熙的。别在这站着了，赶紧去买单。这个贺锦熙太不像话了，平时不见得花钱，一下子就刷了上百万。老方，他都买了什么了？啊，听银行张经理说，少夫人应该是买了一些奢侈品，所以刷了这么多钱。他到底想干什么呀？少夫人，怎么了，露露？少夫人，我有事情要请教你。有什么事说吧。你说我们平时伺候好好的，你为什么要扣我们工资啊？我什么时候说过要扣你们工资哈？哎，不是那天你亲口对我说的吗？我还劝你不要这么做，你就是不愿意。对，是我说的。你们工作做得不好，当然要扣工资了。我们哪里工作做得不好？如果说你硬是要无缘无故扣我们的工资的话，那我们集体就罢工，就是啊，对不对？不干了。能干就干，如果觉得不服的话，全给我收拾包袱走。少夫人，少夫人，哎，露露，哎，你们先过来，姐，听我把话说完好吗？这件事情是我表妹做的不对，我代她向你们道歉。你们放心，我一定不会让她扣你们工资的。苏小姐，你说话算不算数啊？你们放心，如果她一定要扣你们工资，那这个钱我自己补上。这真的？这啊，还有，我给大家买了一些小礼物，人人有份，一会儿到房间拿，好不好？谢谢苏小姐。谢谢苏小姐。哎，苏小姐。对，这样就好，还是苏小姐人比较好，还是苏小姐人好。你看看吧，越来越过分了，不但克扣人家的工资，还乱花钱，买了那么多的东西。我们顾家不差这点钱，可你也不能这么乱花呀。我好心送你礼物，你不要还给我甩脸色，你什么意思？你是在用钱砸，你知道吗？你把我当什么人了？以前所有的女人都让我给她们买包买礼物，你们女人不就这点爱好吗？那是他们，不是我。奶奶，您别生气，这件事儿先这么算了，您也别找锦溪，我会找她聊。